再来看台南市的永康这个所在呢，伊的人口是全市上介济的，所以车嘛真歹查。进前就是因为顶啊卡停车，互人开单，结果煞互市民来抗议。即摆佫互人发现讲有一寡公有的空地，这废弃的车辆是囤甲满是，显示这市府空间的规划是真受人批评的。也那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即摆会全力来协调甲改进。 伫咧绿桥街卡有停真侪台车，拢惊人哩落，看起来真久无叮当着。有诶甚至无车牌，就连家己要卖车的牌啊拢挂出来。抑佫有废弃的乌托邦嘛，拢停伫遮，环境真垃圾。甲同一条街有人认用的空地比起来是天差地。这政府要有作为嘛，有关单位应该要有作为嘛。这个代志若要解决的，但是咱地方的市容有影响嘛。 拢有迄个报废车，也是迄个长期占用，拢无咧刷叮当的，所以影响到不啦市容啊，不啦环境的卫生。因为家着即个桥卡是啥物题目，是要以啥物法规来处理这件代志。 所以讲一直连当至今安尼啊。这是伫咧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绿桥街卡，原地属于工务局咧管，地方拢真期提供有地，会当互人整理活用做公共服务。毋过过去因为排除废弃车辆的权责分工无明确，敢若会当处理路边的废弃车辆，所以长期占用这个所在的车辆就无人处理。但唯独在公有的空地上面，如果出现废弃车辆的时候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权责划分。那因此我们透过质询来要求。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土地要用做活化利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长期有废弃车辆占用，无法度活用土地嘛，造成环境垃圾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市府强调会个理清权属单位，再个开会来讨论要安怎处理。会请公所的同仁来针对无牌车辆一个查报，后续通报给市府相关单位来依照规定，我们会来邀集在地的里长，还有市政府相关局处。 以及我们关心的在地的民意代表来共同研商。地方希望权责分工明确，互公有地会当规划做停车场、公园、运动场，或者是做公益性活动的场所等等。市府嘛强调，最近会全力来协调改进。